某村简直像发了狂，但彩凤却是始终冷冷的不作声。她是向孩子们用神豆引着小猫玩，轻易的就给了她。不过当她的温柔的身体被拥在强壮的背弯内时，她就觉得不禁毛骨悚然，起了无穷的悲哀。只是在这当中，竟成熟了她冷酷憎恨的人生观。她鄙视了一切，唾弃了一切，憎恨了一切。同样，其实讲佢战后以後，一九30年冇辦法審法，一天可以就架傳說的故事。佢嘅主人公係裁縫，第一先生其實本日本調到菲律賓去打仗。上野市其實全無啲，佢都照個地方要讀到佢天呢隻不過佢天呢隻也其實係用強暴的方式佔據佢，要因為咁樣佢害到佢的病，所以本日趕咗去每家，咁每家要到目前，國家人全部都靠佢去照個傳說在唔辦法成敗，其實講到用當悲傷的故事。唐望叫村可能係拿老公向下做兵，我聽錯做地老去問到嘛嘅。家講，啲菲律賓屬是一個人係強壯嘅漢人。你會當正經啊？今日安部啊，啲菲律賓嘅制度當歸啊，半夜嘅時間。美國人啊，電流上來，徛定機關槍嘅緊迫的，全部嘅人用火柴好打了。看你安保，一半以上嘅人冇休息了。哪一次都冇見上電跳擺咩？可以就好誒。唔見你講係痛喎，先係嘅就日本阿爸，慈禧愛嘅情婦，也係就中國阿爸，有慈禧嘛，事實就係安尼啊，哪會用人悲傷？香港都幾隻當老年時代，那隻什麼上去就架傳說來示範咯，無人好做的一件事情。所以給劉浩路圖東一地方塑造了一隻當典型的悲劇女性的角色，所以呢，其實係當難得的一件事情。就按樣喺一隻太時代下，女性佢所面臨的一種巨大的困境，佢冇辦法。去審判的這個，千都不是用嘛個，用自己的身體，就轉到輕原始的方式去做了。當然，你係一隻不得不的一種做法。所以佢呢隻角色裏邊，其實那時都對我來講，挺感動的。就呢隻角色你係70多年過來，再可以看呢隻故事，看裁縫呢隻悲劇的女性角色，我是到底其實係呢種的。感通，所以這個小說當經典的就是這個角色人物，叫做穿越時間，有一種跨越時間的一種特質。所以按多年下來，能看到安樣的悲劇角色，佢行得當經典。